閱讀係開啟知識之門嘅鎖匙，一本好書能夠啟迪心靈、激發思考，讓生活多一份溫度同深度。國家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喺2026年2月1號起施行，以法律保障推動書香社會嘅建設。澳門特別行政區亦積極響應，近年透過多元形式推廣閱讀，致力打造閱讀之城。喺校園裏面，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同文化局聯手推出閱讀學生獎勵計劃及閱讀校園嘉許計劃，鼓勵學生養成良好閱讀習慣。喺屋企裏面，閱讀加分獎勵計劃促進家長與孩子共讀，共享親子時光。喺日常生活中，更倡導每日抽出10分鐘閱讀，讓閱讀成為健康生活習慣，提升個人知識，同時建立輕鬆好心情。與此同時，教青局透過教育基金資助學校添置閱讀資源，助力書香校園建設。透過呢一個閱讀學生獎勵計劃咧，學生唔單止係借閱嘅圖書量增加咗啦，更加重要嘅係佢哋開始咗樂於分享。咁我最開心咧就係見到啲學生由呢一個個人閱讀轉變成呢一個群體交流嘅過程。咁佢哋咧呢一個閱讀嘅風氣咧由點到面嘅形成咧，就令到成間學校嘅閱讀氛圍更加濃厚。最受歡迎嘅活動咧就係互動類偏多嘅活動啦，譬如話校園書展啦、圖書館尋寶或者係攤位遊戲咁樣。因為呢一啲活動可以帶俾學生一啲新鮮感啦，去體驗唔一樣嘅閱讀形式啦，佢哋都好中意同自己嘅屋企人或者係朋友參與到呢一個閱讀嘅活動之中。我哋學校咧已經推行咗10分鐘閱讀好多年㗎啦，咁好多學生咧因為呢個閱讀嘅時間咧愛上咗閱讀嘅，再成為一個閱讀嘅習慣，再帶領身邊嘅人一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最有成功感嘅。好多謝教育基金資助學校嘅閱讀推廣，學校就可以添置好多紙本嘅館藏啦，同埋電子閱讀平台嘅，咁令到師生可以有更加多元嘅閱讀材料同埋方式啦，就令到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咁進行閱讀嘅活動嘅。喺屋企進行親子共讀咧，最重要嘅就係家長嘅耐心同埋陪伴啦。咁喺屋企可以準備多啲唔同嘅閱讀材料，先由小朋友咧佢中意嘅題材開始，喺一個刻意安排嘅時間嗰度進行閱讀活動，咁慢慢就可以養成小朋友嘅閱讀習慣，仲可以增進親子關係添。加入閱讀行列，共建閱讀之城。